嗱，師傅，我想知咧，有啲人話咧，如果你識行山嘅話咧，可以行出個全年行大運嘅喎，咁應該點樣行好咧？山管人丁，水管財啊嘛，所以咧我哋行山咧，亦可以咧令到自己身體健康啦，嚟到寧靜嘅地方，遠離煩囂，可以令到自己清心啲啦，心講氣靜啲啦。咁同時咧，亦都係避去一啲是非。咁我就會揀一啲咧好嘅方位、好嘅山啊。喺香港嚟講咧，我會揀獅子山先，因為獅子山嘅山形咧係威猛，係廉貞山，係講咧就特別有利咧桃花啦、才藝啦。甚至乎權威㗎，咁啊西貢嘅飛鵝嶺，我諗大家都知啦。原來呢個北形嘅山咧係叫貪狼，係利文昌、讀書啦，甚至乎文筆、名氣、事業㗎。山咧就最緊要咧青葱常綠嘅，咁就係代表好有氣嘅山。咁啊吸多啲氧氣，咁啊對自己身體好之餘，原來佢亦都顯示咗呢個山嘅能量所在㗎。成英師傅話：仲有一個鑽石山喎，鑽石山好多鑽石，係咪嗰度旺財啊？要揾鑽石啊，唔一定要鑽石山嘅，咁我哋可以試下從地面開始。師傅啊，頭先你話咧行大運可以由地面開始啦，咁係咪要揀啦？好似我後邊嗰啲咧新開嘅地鐵站咧，500級樓梯嗰啲咧先行到大運㗎。哇！只要我哋揾啱方向，揾啱個位置，流連當旺嘅位咧，咁就可以用地鐵嚟幫自己行運啦。哇！呢個方法好喎，咁由邊度搭開始咧嚇？全港裏邊最好經濟、最有錢財嘅地方，新正頭甚至乎平日咧，覺得財運唔好嘅時候咧，就搭車去呢個地方，撳下錢，咁啊帶啲財運翻屋企，放喺利是封度袋住喺身，咁咧希望咧就迎納一啲福氣，咁亦都係希望咧同呢一區嘅人咧交流一下氣運，咁自然提升財運啦。咁啊財運最好啦，莫過於銀行區嘅中環啦。咁啊喺中環度咧兜下圈，帶財運翻屋企。咁啊桃花運咧，你哋會揀邊度咧？桃花運啊，真係唔知喎。你啊，梗係揀蘭桂坊啦！我覺得最多靚女靚仔同埋最多藝術創作電視創作嘅地方，應該桃花最旺。所以我會揀選咧就將軍澳。而呢笪地方咧可以買啲花啦，帶啲藝術品翻屋企啦，甚至乎咧食下甜品啦，咁都係會旺桃花，令到心情好啲嘅。咁啊，新正頭可以做。平日如果翳悶嘅時候，冇乜人緣運嘅時候咧，都可以希望咁樣咧，憑住地鐵咧就帶旺自己桃花運啦。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要文筆工作或者寫作名氣嗰方面發展咧，咁北角呢個位置咧就可以選擇啦。因為北角本身咧，其實好多報業啦，成功嘅報業發展咧，都係呢個基地嚟㗎。無論漫畫啦，無論呢個寫作家啦，喺呢度咧都飛黃騰達嘅。咁所以北角呢笪地方咧，最好咧可以買下文房四寶啦，買下書啦，都係將呢啲書卷氣咧，或者係將呢個文房四寶呢個文筆氣咧，就帶翻屋企嘅。哇！聽啊，成成師傅你咁講，即係話咧。第一咧就係上去山先，咁啊去山頂度行個轉先，咁然後咧落翻去中環嗰個金融嘅地方嘛，撳錢就撳錢撳錢就去到北角因為文昌去嗰度買本雜誌咁啦，然後咧要行桃花運咧就入去電視城，喺嗰度咧見下人咧順便咧就食翻碗糖水咁一次過就可以開晒啲運㗎啦，係嘛？係啊，咁最好梗係即係我哋依家就行埋呢500級樓梯先，咁就更加好啦。好，不如事不如你先，帶財運翻屋企。咁桃花運咧，你哋會揀邊度咧？桃花運啊，真係唔知喎。你啊，梗係揀蘭桂坊啦！我覺得最多靚女靚仔同埋最多藝術創作電視創作嘅地方，應該桃花最旺。所以我會揀選咧就將軍澳。而呢笪地方咧可以買啲花啦，帶啲藝術品翻屋企啦，甚至乎咧食下甜品啦，咁都係會旺桃花，令到心情好啲嘅。咁啊，新正頭可以做。平日如果翳悶嘅時候，冇乜人緣運嘅時候咧，都可以希望咁樣咧，憑住地鐵咧就帶旺自己桃花運啦。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要文筆工作或者行到大運㗎。只要我哋揾啱方向，揾啱個位置，流連當旺嘅位咧，咁就可以用地鐵嚟幫自己行運啦。哇！呢個方法好喎，咁由邊度搭開始咧嚇？全港裏邊最好經濟、最有錢財嘅地方，新正頭甚至乎平日咧覺得財運唔好嘅時候咧，就搭車去呢個地方，撳下錢。
咁啊帶啲財運翻屋企，放喺利是封度袋住喺身。咁咧希望咧就迎納一啲福氣，咁亦都係希望咧同呢一區嘅人咧交流一下氣運，咁自然提升財運啦。咁啊財運最好啦，莫過於銀行區嘅中環啦。咁啊喺中環度咧兜下圈，咁啊西貢嘅飛鵝嶺，我諗大家都知啦。原來呢個北形嘅山咧係叫貪狼，係利文昌讀書啦，甚至乎文筆名氣事業嘅山咧就最緊要咧青蔥常綠嘅，咁就係代表好有氣嘅山。咁啊吸多啲氧氣，咁啊對自己身體好之餘，原來佢亦都顯示咗呢個山嘅能量所在嘅。成英師傅啊，仲有一個鑽石山喎，係啊，鑽石山好多鑽石，係咪嗰度旺財啊嚇？要揾鑽石啊，唔一定要鑽石山嘅，咁我哋可以試下從地面開始。師傅啊，頭先你話咧行大運可以由地面開始啦，咁係咪要揀啦？好似我後邊嗰啲咧新開嘅地鐵站咧，500級樓梯嗰啲咧，師傅，多謝晒。嗱，師傅啊，我想知咧，有啲人話咧，如果你識行山嘅話咧，可以行出個全年行大運嘅喎，咁應該點樣行好咧？山管人丁，水管財啊嘛，所以咧我哋行山咧，亦可以咧令到自己身體健康啦，嚟到寧靜嘅地方，遠離煩囂，可以令到自己清心啲啦，心廣氣靜啲啦。咁同時咧，亦都係避去一啲是非。咁我就會揀一啲咧好嘅方位、好嘅山啊。喺香港嚟講咧，我會揀獅子山先，因為獅子山嘅山形咧係威猛，係廉貞山，係講咧就特別有利咧桃花啦、才藝啦。甚至乎權威嘅寫作啊、名氣嗰方面發展咧，咁啊北角呢個位置咧就可以選擇啦。因為北角本身咧，其實好多報業啦，成功嘅報業發展咧，都係呢個基地嚟㗎。無論漫畫啦，無論呢個寫作家啦，喺呢度咧都飛黃騰達嘅。咁所以北角呢笪地方咧，最好咧可以買下文房四寶啦，買下書啦，都係將呢啲書卷氣咧，或者係將呢個文房四寶呢個文筆氣咧，就帶翻屋企嘅。哇！聽啊，成師傅你咁講，即係話咧，第一咧就係上去山先，咁啊去山頂度啊行個轉先，咁然後咧落翻去中環嗰個金融嘅地方嘛。